政府喺2023年將第一層支援服務恆常化，同時與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融合。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支援47間幼稚園，為有輕微特殊需要嘅兒童，正輪候衛生署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評估，或評估為有邊緣成長發展問題嘅兒童，提供早期介入服務，更為老師同家長提供全面同適切嘅支援。咁第一個困難咧，就係喺一個班房入邊啦，有好多唔同需要嘅小朋友，咁佢哋可能遇到嘅難題咧，係個個人都好唔同嘅。咁老師點樣去因應佢哋嘅需要啦，去提供一啲更加適合佢哋嘅協助咧？呢度係最困難嘅地方啦。咁第二個困難咧，就係對於其他小朋友而言啦，咁佢哋可能好多時唔太理解，咁有需要嘅小朋友可能做咗一啲嘅行為啦，或者佢哋起衝突嘅時候，佢可能都唔太識得點樣處理嘅。咁老師點樣去教導佢哋去包容咧，就係第二個難題啦。課堂管理上面咧，最大嘅改變咧，就係老師用多咗一啲嘅教學嘅策略啊。咁一個成功嘅融合教育咧，就要用最適合嘅教學策略啦，去令到小朋友咧去達到學習目標啦。譬如老師咧就會用好多嘅提示卡啦，譬如係一啲嘅情緒圖卡啊，一啲嘅指示圖卡啊，程序圖啊，呢啲圖卡咧都可以具體俾小朋友一啲嘅視覺提示啦，令到佢更加容易達到學習目標咁樣咯。咁同埋咧，人手比例多咗之下，姑娘成日入班房，咁小朋友就可以得到更多嘅幫助啦。嗰陣時係好無助同埋好焦慮嘅，同埋同宇謙相處嘅時候咧，經常都會有一啲矛盾咯。因為我哋唔理解佢嘅諗法，佢都唔知道我哋想佢點。所以大家喺溝通上面咧都好大嘅障礙嘅。相信有好多家長都會出現類似個案謙謙家長嘅煩惱。我哋希望提供多元化嘅校外社式活動，例如電影體驗活動、夾公仔體驗活動、運動會、賣旗活動，亦會有參觀嘅活動，例如探索館、數括正向品格教育館等等，讓第一層支援服務嘅學童能夠喺社交、行為同埋情緒等方面得到適切嘅支援。喺過程中，家長更能理解學童嘅需求，建立正面嘅態度，同埋學習有效嘅育兒技巧，令到親子關係更加融洽。佢嘅言語提升咗之後啦，社交好咗，所以佢表達能力高咗，同我哋之間嘅溝通咧就好咗好多。咁我哋就開始了解到佢心裏邊嘅諗法，嘗試用姑娘教嘅一啲方法啦，去同佢相處同埋去同佢接觸，咁覺得大家互相理解到嘅。其實第一層支援服務咧，好好對咧學生啊，或者家長啊，或者學校都幫助好大嘅。咁其實真係好感恩你哋係一個跨專業嘅團隊啦，嚟為我哋幼稚園係提供嘅支援嘅服務啦。咁對嗰啲小朋友，其實佢哋有早期需要嘅小朋友，可以提供及時嘅或者係預咗俾佢哋一啲支援嘅服務啦。咁樣咁同時間咧，其實都幫輕我哋好多老師，佢哋喺呢個方面嘅有時有啲專業上邊嘅支援啊，或者係啲介入㗎，你哋都俾到好好嘅策略佢哋啦。咁樣咁所以都係我哋一個專業成長一個好好嘅機會啦。咁仲有我哋嘅家長都好受益其中嘅喎，係佢哋好彷徨嘅時間咧，大家都可以俾到啲專業意見啦，令到佢哋咧就可以及時去幫翻佢哋嘅小朋友。